係大家好，咁而家介紹一個咧 Virgin Hair，全個頭都係處理法嘅，做逆齡系列嘅冷療曲法。洗乾淨頭之後咧，就唔使落任何電前護理噶啦。咁我哋首先咧就用 CTM 100嘅乳液，就溝2成嘅 X Pro 120，攪勻之後咧就可以放落電髮水樽嗰度咧，直接擠落去電髮紙打底上捲。咁記得個份量一定要擠得夠。咁捲好咗芯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用 CWL 嘅100，4份，就對 X Pro 嘅120就1份。咁但係咧，首先咧就每樣1份攪勻咗先，然之後先至好再落剩低個3份嘅 CWL 100，咁樣咧就會可以搞得好勻循噶啦。咁然後直接喺髮根部分咧就再補一次，補好咗之後就再用30分鐘微溫，檢查到夠攣嘅時候咧就可以沖水落料啦。如果有啲咩問題，隨時打俾我啦。